走进这个屏东客家六堆文化历史的橱窗中，其中的左堆文化指的就是新皮乡和佳东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文明洗礼之后，今天的左堆文化已经逐渐朝着观光游览事业的方向发展，非常值得您拨空游览一番。来到我哋新皮乡去去的养我们东比较具有特色的，应该是算姜庄啦。但是来到姜庄的时候，我哋会去到我哋会经过有100多年历史的洞察门，我哋都讲门楼的，会经过门楼，来到门楼的时候过后，我哋可以来到新皮国中，新皮国中隔壁都有咧研究过出名的都姜庄的清水公园。姜庄的清水公园，那个对我哋金山在地一个森林的再利用啦，对我哋今仔拿青龙王做的观光算的生态高学的场所，会给你一种无穷样的感觉啦。反正我来到我哋也公园过后呢，因为讲也蛮值得过在行的所在，我哋可以来到比如湘潭，那个湘潭呢，湘潭都有咧龙潭寺，龙潭寺也系有咧历史的所在。每位头前的栽丛啦，栽丛头前就有咧湖，也系算天然的湖，也对栽丛当来看呢，也系对规划的所在，我们看呢也系会爽快。所以我哋个姜庄呢，咪有咧国泰路的石木，路架同书，它历史的台湾古书的文献底部的，有等次了，也有已经有300多年，有300多年的台架同书。在一切回归自然的今天，新皮乡建功村的清水公园完全以自然生态的保育方式建设，而且园内的维护作业也都是村民主动的参与义工，这种精神更是令人佩服。而佳东乡是六堆文化历史中唯一靠海的客家庄，佳东乡是拥有古迹名胜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客家庄。他们不但对历史珍贵文化资产的保留不遗余力，对当地古迹名胜所含有的历史意义，更具有一份属于客家人的自豪与自负。屏东县有10名的古迹，跟佳东就参了3个古迹。首家古床呢，也都5房大屋，一共它有5廊啦，英语上是5廊啦有啲建议呢，一个清朝时期特别的建筑呢，主床的真正去看目前除了林家花园以外客家人有安尼5房大屋呢，就算首家也系啦其次咧杨家宗祠的特色呢，就是伊天后应该去人可以看到太极两仪池也离了徒步全腿啦。伊一个木板的雕钟呢，是一个燕尾翘技表示呢也做工人家呢才有安尼派头。第三个呢一个播种门，也叫个视察门视察门的建议在清朝时期一路适合我们全庄全部的力量来建立易守难攻的一个城门主要有的防止这个盗贼侵入，属于安全防护措施的。上面呢有一个播种两个是呢，清朝的乾隆皇帝以所颁发的除了这以外，有2个演员的这样的扛都会装充的地方了。除了这以外呢，我可以介绍各位再去看看一个佳东的沿海有一个温凤和温凤两村对于地层下陷、梯产下陷的地方，1楼变成1楼的一个特殊的景观有的年前的过多年呢，因为用清一发达了，一去除一个地下水，结果呢，将地下下陷起来，变成一种很天然的一个自然的景观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佳东沿海一带发展鳗鱼养殖，当地因为长期过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层严重下陷，1楼变成地下室，使得当地居民人心惶惶。但乐天知命的客家乡亲呢，还是为了有土才有家的传统观念，坚持住在自己的家园。可是当地的地理景观却蔚为全省少见的奇观